，eye to eye，字面意為眼睛看着眼睛，是一個歷史悠久且在現代英語中極為常見的道地動詞片語，主要用來比喻看法一致、見解相同、達成共識或情投意合。它最早可追溯至希伯來聖經，原本用來形容兩個人面對面，毫無阻礙地清晰注視着同一個景象。隨後在漫長的語言演變中，轉化為一種雙方思維與視覺高度契合的視覺隱喻。在語法結構與日常應用上，有3個核心要點需要注意。第一，若要表達與某人見解相同，後面必須固定搭配介系詞 with， 例如是 eye to eye with someone。第二，無論是兩個人或多個人的共識，片語中的 eye 固定使用單數，不可寫成複數形，交叉錯誤用法。See eyes to eyes。第三，這個片語非常頻繁地被應用於否定句中，如 don't see eye to eye， 用以委婉、客氣且帶有外交辭令色彩地表達雙方的意見分歧。該片語的適用語境非常廣泛，從家庭關係、校園生活、日常瑣事，到高階的職場合作或跨國商務談判皆能完美融入。相較於直白且語氣生硬的 agree 或 disagree， 使用是 eye to eye 能在人際溝通中展現出成熟、得體且兼顧社交技巧的說話藝術，是提升英語表達層次感必備的經典生活慣用語。